AI 快速发展，自信科技要安怎帮助台语传承呢？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的廖光富教授伊的团队，正也参与到这 Meta 英语台语翻译计划，团队也开发出华语翻译做台语的系统，佮通分析台语的句型结构、词性、声调等等，希望帮助本土语言的复兴。大家拢来讲台语。写华语入去就通翻译做台语，而且念出来。即阵 AI 也知影台语有腔口差。大家拢来讲台语。台语高雄腔、台语台北腔 AI 拢会晓讲。这是阳明大学智能系统研究所所长廖元富团队研发的台语语音学习系统。已经找文章啦，再找人来念安尼，再找无同的。高雄的人台北人来念安尼，阮落尾是找差不多600人。差不多全台湾拢找来。廖元富参台文系的学者合作，找各款腔口的人来录音，未来会推出更加侪腔口的语音。另外，团队也设计通分析台文语句结构的台文自然语言剖析器，写入台文句，系统就会分析这句话安怎断句，佮有词性安怎变调。为名词为文法面顶先甲做一个分析啦。这是传统做自然语言分析第一步。对。学台语的人，我感觉是帮助真大，因为即马咱学台语上困难的所在就是，其实声调变调，这个是上大的问题啦。廖元富讲，分析语句的系统是台语 AI 发展的第一步，希望在未来的2年到3年，通发展出台语的语音自动翻译系统。不过，这就需要更加大量的语言资料库，这也是目前正在拍拼的。记者顾问谢桂林台北报道。